煌、庄严殊胜。这幅佛教经典《法界源流图》费时近1年。我们雕刻是把不要的消掉，我们这个垂叠呢是把要的打出来，所以它是2个不同的做法，而且这是2面要打，正面打、反面打，所以它的困难度是非常非常的高。用金和银做底，捶打出佛像，从平面变立体，垂叠技法挑战工艺最极致。邱仁宗用信仰与人对话，到达观想合一，内心禅定。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做到，对不对？没办法体会到相由心生的时候，我们是随着相在转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尊佛像，跟看到一个石头的时候，绝对不一样。化意象为具体，要不离正性。邱仁宗说，做佛像更得战战兢兢。工匠垂叠必须9吨，瞳光反射又伤眼，台湾没人肯做了，技术只得移转东南亚。而在台湾的邱仁宗拉高位阶，统合资源。中华文化拿掉寺庙，还有什么文化？好像没有了嘛，剩下长城跟风景而已嘛。那埃及拿掉金字塔，还有东西可以看吗？现在沙漠，对不对？玛雅文化拿掉它的马丘比丘，拿掉它的金字塔，你还有东西吗？现在耕耘的每个当下都是累积，文化时刻推移，得一步一脚印。能够回过头来去找寻内在的人，真的愿意这么去做的越来越少，所以相对的，那佛教的资源将越来流失的越来越多，所以说我们知道客家话讲，子念某头，而后后真相。子念某头，而后后真相，资源不多，要好好珍惜。对。垂叠工艺的技术在台湾已经失传。邱仁宗说，他的努力不只是以宗教为出发点，也希望为保留这项窄门的艺术文化留住一切生息。子念某头，而后后真相。子念某头，而后后真相。